最緊要有酒飲。最緊要有酒飲，冇錯啊，冇錯啊，最緊要係有酒飲。對伊德嚟講，最緊要係有酒飲啊。好，咁今日呢，伊德係冇溝到酒嘅，係啦，我冇調到酒嘅，咁係直接懟呢一個嘅天藍伏特加，係啦，咁就天藍伏特加就咁飲啊，會唔會太癲啊？40% 嘅 alcohol， 咁啊嗱，坦白講，其實我呢一支酒啦，都已經得翻1/5左右噶啦，咁估計啦，我開多2晚台左右，係啦，即係我過埋個生日之後，咁應該就要買支新酒噶啦，咁啊，我已經準備咗一支特別版嘅酒，咁啊，到時再同大家 present 啦。好，咁啊，阿電刺酒咁就飲啖先，好，飲杯。分一撳我送你一程提早飲完。咩？人來喂，等陣。人來自走。我數一數啊，電刺咗幾多次酒先啊？睇下先啦，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、7次、8次、9次、10次，喂！電刺咗10次啊，成2杯咁多啊，黐線！謝阿電10次刺酒，好，咁啊，一步一步嚟啦。好，第一次，第二次，第三次，第四次，冇事，第四次。Not like this, not like this。第5次，第6次，第7次，哇，好扯啊！第8次，第9次，第10次，未，我唔會醉，我同大家講。伊德唔會醉，絕對唔係醉啊！冇人可以整得醉我。哇！我係咪飲醉咗啊？點解佢可以喺個健身球嗰度突然間飆高幾寸？佢突然間喺個健身球嗰度飆高幾寸係咩嘢？咩嘢嘅玩法？我係咪飲醉咗？哇！人來自走。